风台带来的这波西南气流是为南部带来真济雨水，曾文水库的蓄水率即马已经来到54.3%，家己的水情已经恢复正常。也那台南的这水情嘛已经转做青灯，也毋过这阵大雨嘛，互台南桂林有一个收水池厝顶记载袂牢，全破去。 大水雨甲厝顶冲破去，台南桂林这间游泳池出现大雨，正做水墙的画面，互民众惊一条。哦，迄会使雨足大，足大所以迄瀑布就足大，迄水拢溢出来整个这边旁边都是水。台南桂林透早上大雨，1点钟超过20毫米，造成游泳池18区的厝顶破坑。 相关单位嘛，赶紧回勘，讲已经处理。之前有阵子修缮这边，因为它真的已经太久、太老旧，上面那个铁屑已经锈蚀，都已经太严重了，所以只要那个力量过大，或是瞬间雨量过大，它有时候撑不住，它就会破掉了。也马上会勘了其他的单位，然后也获得了我们的局势首长的同意，马上第一时间答应要赶快来尽速完成它。 台南指定2条里1条2乡道，透早10点左右，因雨落甲正强，山边的土石拢放起，区公所已经派人处理。这波西南气流带来水汽造成灾害，不过嘛，互南部水库顺利止水大。南河水库位测试透早9点就满出来，已经1流5天。那南河水库就在南部上大的曾文水库，测试的蓄水率是2成3，到初晡9点左右，蓄水率已经升到超过5成。 经济部搁伫初七宣布，该县市水情转做正常，台南市水情为黄灯转做青灯。东门水库跟乌山头水库2个水库的合计只是3.32亿左右的一个蓄水量，因为目前是在汛期现在西南风持续在做一个影响，只是它越来越小。那目前整个集水区还有一些降雨，当然那陆陆续续有一些净流量进来南部水情的旱象是有很大的一个缓解。南水局强调，目前南部水情虽然缓和，不过嘉南区也该提供第1甲第2组农业用水，爱搁寒人士的农作物万当的用水需求，初估水量爱达到3.5亿至4亿，目前也会继续讨论用水调度。记者文正雄台南报道。